顺带先生的来历第7章，这人对大乐会安尼啊，佮所想事予伊的智慧是甚物啊？当迄时看顺带，无论伫甚物国，因的百姓真注意伫听，也欢喜承受道理，大家袂免得想伊真有得到圣神的才能。伊的朋友已经知影上帝有赏赐伊的灵巧，顶面的知识就逼伊着入伫列卡尼城年所设的新学校，顺带欢喜趁因的所爱，就去试验入第2年的学生。对1909年到1910年，伊直直研究册。伫歇热时，伊愿去传报。当时顺带捌穿萨夫的衫，迄碟因为学校的同窗毋捌拄着基督徒穿即号的衣服，济济爱犹疑，总是顺带的心真决定。不过读册迄碟要穿较学直，因为少人体贴伊的意思。已经出业监督教准伊当传道的职，伊就过去西藏。热天的时，伫遐着磨6月日久。后来监督教的宣道会找伊伫别位传道，顺带是亲像英国迄个出名的宣道师卫斯理，掠通世界做伊的分野来布道。伊所属的会爱甲伊掰巴，对伊讲已经做牧师的时，若要照即个款出在伊拍算，就较无合因的规矩法度。顺带在因所议定，就拢无丢除，着怎样行？伊的心真清，拢无对重世间的荣显，无一着什么名声。干那旨意要顺服主的所爱，就直直求上帝指点伊的路，知影伊的旨意。对迄日以后，主耶稣甲伊投放，无搁互什么教逼迫伊的心。伊当对监督教是伊的职，就搁较决定，因为的确知耶稣已经拣调伊做传道师，出在上帝所找的位。无毋欢喜去，当迄碟顺带自由，也会通甲逐位信主的人交陪。当要伫印度通国满世面传耶稣救世的道理。对顺带信耶稣的了后，无人知影伊所经过大试炼的事，有时无所通食，可不将着食树拿所出的树籽，眠是豆豆，捌互人赶，不得已着困伫树下，也是山洞的所在，也捌几来摆有甲毒蛇、野兽、觅上一位来安身，呾伫武装百姓，拢无照好礼接纳伊。日是讲道理，互因听，到暗就伫树拿困。有一暝，伊游园厝摊仔伫洞穴的内面，明仔载困醒，就看伫伊身边一只白，伊惊到要死，两边做伊走，未免得想，若无上帝保庇，伊的确无性命。过一摆也是安尼，伊捌坐伫较偏僻的所在，静静地想。大声拢毋知有一只乌白伫遐直直地向伊，若亲像要撞出来。顺带真正生惊，不过专心靠上帝，就起来进前行到庄内，无互伊入。庄内的百姓听伊的消息，就掠做圣人，因为迄只白真猛，捌咬着庄内的人。对伊所拄着几来个欢喜接纳伊，听伊所讲出的道理，顺带捌做干净讲，虽是豆豆凊彩困，毋过到现时
伊毋捌互恶兽害伊，所以感谢上帝，哪好担当艰苦。有一日早起时，几若个和尚聚集伫恒河边，侪人伫遐爱洗浴，拍算对安尼较有功德之地。顺带徛伫因的中间，煞现开圣经讲道理，有诶罔得听，有诶铁笑无信。中一个忽然捧一手涂粉来抹伫伊的目睭内，有一个人看了毋欢喜，就将迄个交互警察，顺带简单落去河边用水洗涂粉起来。已经洗了就求警察放迄个人无罪，才阁传道理。看顺带受凌辱的时，拢无受气，反倒显明温柔疼人的款式。迄人大醒悟，知伊的罪，规落切意求赦免，煞讲伊真爱较明白道理。然后真谦卑对顺带受伊的教师来捌赎罪的道理。拄迄年有一个学问有钱的人，本身做干净论顺带的事讲。伫某日伊捌落山的时，捌拄着顺带地爬起来，伊真爱试看伊是甚物等号的人，就对伊入庄。到遐顺带坐伫树头，面直直流汗，已经拭了就吟一首诗。无偌久，侪人围内在听，总是因为伊的题目是论耶稣做救主，较侪受气。对因中间有一个紧起来，真大力，一个就拍互伊倒落去，互伊倒落去伫涂骹。煞伤着伊的喙皮甲手，顺带无引伊半句，干那包伊的手，面腰底流血，就为着才会对得祈求上帝的恩。搁讲起主的疼痛，安怎样怜悯赦免因的罪。当迄个好业人本然真看轻基督徒，后来对伊所听所看，圣神开伊的心，互伊出死入活，甲伊拍倒迄个人真见笑，然后真实反悔信耶稣。伊真爱搁见着顺带，总是找伊拢袂着。